試過用佢哋 steamer 無啦，我真正簡單嘅啦，我用這個會了咯。OK， 等陣先睇。steamer 過用你 water filter 吧，distill water。比較快啊，啥？停睇。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亂到對嚟收聽，邊個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咪講昂部病毒19號，介紹咁上行啊，肯定咪話題啊！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咧，會介紹者就是Skype 嗰邊，裝哎呀死，我 Skype 冇 set up 過。就Skype 嗰邊嘅為我人嘅特別嘉賓就是。校長阿龍，冇唔是英國長。Hello， 大家好。OK， 來看下英國長一人咧，了個有村裏個了無人。OK，咱老人講，看未到就是無啊嘛。會掉啊嘛。哎呀，咱有 YouTube 嘅喎，咱有錄掉啊，特別看錄掉，特別有通看，真係。咱無錄掉，無看到你邊，當作無來啊。然後個有人咪聽到阿涵啊，無邊嘅阿涵，歡迎。Hello， 大家好。然後個有別使講，歡迎。Good morning，Hello， 大家好。然後個有489。好久。最講我係派話。你個聲啊，你個聲條金。然後個有，安怎我無咧耳孔嘢。然後個有但冇人聽到伊聲了489，同我講未啊489。講了。然後個有裝安怎樣啊？無好。嗰個字是 guess 嚟。啊，唔知一句啊，我唔知 guess 係一句啊，你是裝？我就冇聽到啊。聽到，你是一句？黃亞玲。哦，黃亞玲啊。真久不來啊！啊，真久不來啊，歡迎。真久不來。黃亞玲，歡迎。Hello， 條金啊？哇，冇啦，我早起。哦。後尾請。早起我是請起來就是流皮聲。我有條金喎，唔是條金啦，條上行啊。3禮拜很靜。แล้ว我講那時我一定知是個卡哨個流皮，特別話冇流皮，我講卡哨當波當時，แล้ว那時我落一個禮拜落音嘅時都是咁樣行。看到 video 咩掉？掉 video 咩掉 ？OK， 來這個禮拜來講聲，我人講安怎叫這個 novel coronavirus 嘛是保魯新有一個新的名咯，早幾日先學一個新的名嘛，新的名是第嚇。testing， 你會聽到我未？冇特別，我未用我 AirPod 嘅 microphone。哎嚇，冇聲喎，嚇冇聲喎。冇聲嘢。1 2 3。嚇，對喎。你聽到？我這裡是嘅 Mac 嘅 microphone。你可以 OK 啊，明白啊。你啲換起 AirPod 就是未用。嗱，整你條你 restart 你 computer 你。OK。佢點解 attitude 先啊？自敗先。唔是，一新嘅名唔是叫做自敗，一新嘅virus 名是叫做我諗是叫做昂部病毒19號，是2019年嘅即係昂部病毒。做咩事？愛學隻昂部嘅名？來解釋者，做咩是叫 corona 昂部？I think 呢個 virus
會興喎。if virus 邊啊，嗰啲有潮呢，所以成個 crown 咧，哦，安尼水嘅咩？係啦嗬。誒，我特別情怪紅無，裝嘅 virus 係咩啊？係你裝嘅 virus 係咩啊？哦，似排睇下我係唔幫你私人 track back 個俾用 fuck。等陣我情怪紅無啊，情怪紅無，這是 miserable 嗱我係 corona，情嘅我係 corona， Crown virus 哇水哦，這是 Diarrhea 啦 ，actually 係 pass 啦，Diarrhea virus，即係 Kamal 嘅 form 嘅。OK，變了嚟講，所以人當今即是只小只做嘅話題啊咯，即係紅無病毒19。所以咱咪看看，咱都係講起性 ，OK，影響就等我看咱當這國家嘅了有人，咱這國家是入面，咱有英國這邊，咱有美國這邊，咱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這邊。啊，有半路。即係冇一 OK，是英國你新加坡啊，聽到未？你聽到英國未聽到英國。 ？OK，AirPods 就見了。啊，做乜事？做乜事？你試下 AirPods microphone 未 connect。但我真係等乜就紅一味啊你。睇下我 disconnect แล้ว reconnect 不知道。OK 嚇。แล้ว英國有本咧，แล้ว個新加坡啦，แล้ว所以當今嘅แล้ว是有掉咯嗬，嘅แล้ว國家咱度這邊嘅แล้ว有 case 啦。嚇，我係講靠有8人8 can 掉無幫人死，一個好事了。哦，未歹啊。8呀。我係當時嘅แล้ว教官嘅話，有人講啊，係咪是你無去 fake 這個 coronavirus，可能嘅你管嚟看內面股內禮拜，可能free 嘅辦公內禮拜，好笑。呢次是咩咧？呢個叫咩？接來係你是博雅玲呀，博雅玲 connection 冇沒有時間咗嚇。係咩？代表嚇。聽咗把你冇聲聲聲會呢嚇。當見咩 OK， ？OK 啊。冇講清差隻字。你穿 face mask 是冇？即新加坡數。驚啦 ，internet 都未掉嘅啦，未掉 coronavirus。新加坡個 face mask 上面個 Maggie Mee 個。超飛嚟了誒，冇人認。個禮拜去搶物件咧。伊人做咩事愛搶？人驚死㗎，安尼款驚死啦！驚死，安尼驚死，掉咱做你看啲物件。假使英國你看啊，新加坡無，嗰兩是 import 物件入來，你知哦。所以一會驚互人搶嗰了，人家去買，去搶咯。哎啦，不要緊啊！你人新加坡少幾個人啊？你人有餐有淡薄隻 breathing space 嘛好啦，安尼驚死做咩？咪講新加坡呢啦，咪新加坡呢啦，印度尼西亞不難搶啊！我是啊，新加坡伊人安尼雜較昂貴咯，伊人驚 ，because 伊人較哇，伊個所在是伊個國家所在是嘛？了伊人人咧，安尼人，伊人較實，所以你較哇個別人咯。印度尼西亞呢是我大厝啊，安尼遠啊，無人第近嘅人啊是，我想較加個100誒，按照講yards啊。100 yards 啊，差不多meter，一個 yard 差不多 meter，100 meter。差不多啦，是講 meter 啦，100 meter 較嘅。把被保是100就100嘛。是一是超薄。一個 yard 差不多冇 meter 唔知啊。1咪是100咯。100啦。哦，100，3尺。
三triệu，一日是3triệu。那就假是你米得上啊，3triệu幾啊時啊，100 meter Malaysia 人會會免費哦，一日要靠免費。了嘛，驚鳥鼠啊，甲是 squirrel 啊，大類嘅白日位啊，有得 coronavirus 啊。Squirrel 會過 coronavirus 咩？唔是蝙蝠咩？pet 咯，pet 咯。人講是抓是壁虎啊，抓是壁虎。狗甲鳥本會使，伊人講。哎呀，哎呦，阿咗靠個你係阿仔。我阿仔冇出去咪見。咪講啊！迄個死人中國人知了嚇，伊人會貓啊狗啊，佢喊去 balcony 下底啊，死啊真濟貓狗啊！哎呦，你歹勢咩啊？咗？佢會9樓10樓咁掂落嚟。啊！喲 ，that's terrible！哎呦，科技落出邊咧！而家冇嘢真啫。乜搏啊！真咧我看到啊，我看到 video 啊。到底得來？中國啊！我知，伊到底 video 是到底係咪 channel 係咪物件？講係咪？特別係你本身都冇病，都8蚊嘅，搞嘅8蚊一啲，你本身，係係先都冇病，搞個鳥嘅。特別咱看啲 video 都再講，你 video 是 because of 你啊？唔是，成日都在往時講，是說本嘅，把 any video 嘅咧，特別在講嘅。是說尋。無，伊唔是直接兩隻呢，伊是差唔多2-3隻。人個了大8蚊肯掂落來 ，because 驚，伊唔是講 because of coronavirus 傳對過actually 是 from 係你別保嘅，特別咧，伊是講咧驚 corona，because yang 係 scientist 講嘛 ，corona 係咪 animal 會得 coronavirus 嘛？伊 not only 人歸人嘅嘛。你冇掂物件來啊？只啦，有誒，恁有誒咧是去 quarantine 咧嗬，去 quarantine 無人過啊，所以伊個狗苗走出來嘛，所以你政府人嗬無解扣嘅就，讓夾一支槍，活狗苗死啦。有誒中國人啊，莫講貓狗啊，伊有一腳人吼，伊 suspected 伊有 case 啦，了伊去配爛吼，迄個鼻屎甲攞棍講我愛死，你甲我死啊！有，幾 dramatic。哎呦，真正驚人啦，有誒，我去看到誒中國誒吼。yang building有人掉了 so because is a 大 kampung area yang 無夠 test kit 嘛 yang 個了 yang test kit 個了吼去武漢個了所以 yang 講無夠 test kit 吼 yang 去係咧 yang 去 yang 嘅 building 吼一啲妹吼你知係咪是 well 咯福建話表叫 well 係咪啊唔是 well 唔是 welding 啊 welding 唔是 welding燒鐵果啊鐵果伊個梅鐵果伊個梅你梅個咧冚個咧絲嘅烘起來一年用 well 咯一年貴嚟梅個咧嗬燒鐵啊嗬貴嚟撞冷個咧嗬一嚟貴嚟扭個咧諗唔出來咯伊講都無 test kit 嘛，無 test kit 無通研究你人有對無對嘛，也 suspect 人有對啊嘛，佢咧放入邊咯。等於講，哇！安尼看政府啊，害死我人咪死啊！你看我人個咧人死啊！你看。誒，點解攞殺掉即個安尼款嘅情形啊？人講掉病都唔知病啥物嘢嗬，即係啊，特別是迄個即較暑假啊咧，暑假咧 WhatsApp 嘅嘢。就暑假講，哎呦，係咪報告咧？係咪大字？係咪大樹出樹啊！大樹係咪叫多？係咪你看你啊？人只 excited 你都知哦。要傳自己傳。Facebook 是幾隻人？你看你人嘅啦，Facebook 啦，你別傳你看你人，你去 Facebook 啦。睇
較濟時啊，是啊講，唔是啊講，verify 啊講，唔會 verify 講，真正暑假樹嘅，伊人特節真正暑假樹嘅，吹到蝦米樹，然後特別講東講西。啊，那邊就一隻歡喜嘅，唔整歡喜啦，個愛 share 緊張愛 share 個了伊人嘅朋友啦、親戚啦，講你人口 share 一個啦，講互別人，導互別人聽啦，你較過啦，蝦米嘛無。啊？住住啊，真係寫聲，住住講話住住啊。我要拎，我一拎冇咩，冇清楚冇啊你，你講我冇清楚。你咪成日是唔掉白位咪？你用係咪買鎖匙？冇啊，你冇用買？冇啊。隻細聲，成個隻灰咧，你買？你用你 computer 買啊？那是你用你 computer 買，你特別靠玩你 computer 哈。那這裡奧迪都來啊 Hello， Hello。等陣我未諗下，當今個有真係請嗰個 face mask shortage 個 problem 個當然。I mean 我知 shortage 有啦，特別當今個有成日特人會請會硬嘅超個。哎呦，Melbourne 啊，超個死啊！Actually，睇到我要請 face mask 應該唔是皮數，因為我這啲邊整我係 Mac 啊，我啲講話時我配耐咯，我兩我做你切破了嘅時候，我特擺我看我係驚我破你佢了，挪佢了啊！咦呀！都識嘅嗬。嚇笑對啊！你冇你看你，那是，所以白打我跟你講話時，我袂使嘅借你頭前，我就借你阿妹。好啦，差唔多整 face mask 啊。Say it, don't spray it. Say it, don't spray it. Sometimes saying is spraying 嘅話，相似喎。你咪 enunciate 啊？喲，是咩？我so excited 講話先。哎呦呸！你講。OK， 所以當然讓阿你face mask 叫咩學嘅話嚟講。又唔知啊。襟喙。豆冰啊，豆冰。邊？襟喙。豆冰係哪話？襟邊啊，襟喙。襟邊。Muscle。襟邊。襟邊破。襟邊破啊？唔知啊。請襟邊。襟喙破。我叫襟啊，叫邊啊咩啊？邊卡。邊卡啊？邊卡嗬？我邊卡是 mask 嘛，貴嘅。你當叫應該將個上嘅係咩啦？馬rempit啊！馬rempit bro。我較過我係 Mac， 我唔係一部你較清氣。哎呦，一冚起來我係 AirPod 喎。我講下，安怎我哋都大家我最都嚟做。嚇？有人都嚟做啊？嚇？我白咗嘛？哦，我唔係都掉伊啊。我白。啊，就我確掉。嚇！我都過伊 before 都嚕。啊。Really? Wow. Yeah. 即係我家日本佬伊去食咧。OK， 所以咧當今美國阮是買無到去藥店嘅了，阮是特伊個夾嘅了扛嘅了誒。四號蝦米人買？蝦米中國人啊！蝦米你講蝦米中國人？四號蝦米人買咖喱佢哋嘛？咖喱有過了驚人啦！我唔知是阿咪驚人咯，驚掉嘅人咯。哦。你都聽到報告新聞嘛？講㗎啦，我話特別請要看病啊，特別看病。Hello，波劍 D，歡迎。Hello。
博咸啲，安尼無食，伊冇拉嘅人節博咸啲。冇咩？有有啊。有小英，博咸啲歡迎。了所以這邊咪是安尼，搞到人唔買啦，有驚就聽到人驚就買就對啦咯。加拿大有 case 無？哦，換掉。係咪嘅？Toronto 啊定？哦。還是定冷酷？你是講了我哋 coronavirus 啊？有啦，特別伊人對來呢，伊 government 嘅人就知道啦，政府嘅人，伊人 quarantine 落叫乜安噶噃？我甲你講啊，人講是講等中國人係咪啦？你來到去個外邊，即個人即個亞洲人嘅國家是，加了上啊等人就是掉誒，更驚啊！無差不多是中國人、日本啊、美國人啊，看到你成個 Asian 嘅看到就驚你咯。我計好無，大無人認我成個 Asia 人，大成我是 Mexican 嘅極少啊。哦，你無就你無啲，哦啦，你無驚你是你小啲博你呢？去 Mexico。是咯，因為阿姨。但我媽伊阿姨甲我講嘅，你 Mexican 話我看了 blur 啦。特別啊，你睇下出去嗰邊坐巴士、坐火車，較用彈嚟搞嘢哦。你人啲坐落去都乖啊，你做安尼看。人就俾佢走。我頂住我朋友講，你講你唔知，我講I don't know how to come up with the comeback when they ask you do you have coronavirus because 你看下等人咧。我講佢 comeback 就是啊，但係你 do you have coronavirus 頭，到啲變學整。誒，咪講啊，我啲 Melbourne City 啊，走嘅時我看到一個中國人啊，走過來穿甲水水，化妝甲水水，甲滑開，伊迄個草坡迄邊下，我氣到我講 ，You fucking million Chinese bitch, how dare you do that？ 哇！伊看到我，伊唔知我講啲蝦米哦，伊走哦，特別伊知我名伊。哇！我頭一擺我做 racist 嘅事。我是講。家己人袂要緊啊，家己人，特別就是講咯，都就出從你外邊啊，人有當時成個人嘅啊，叮當，我同你講，喺美國嘅時候，你看，你一人成日看啊，人跟半路話你就，你就唔識啦 ，OK， 你是係咪人，我是係咪人嚇？啊來到美國，然後再到馬來西亞啦，就咧，到啲馬來西亞，你在人等人就本時就 racist 是看韓啊，咪物件，個另啊咪物件，嗰就 racist。特別你來到美國嗰時，你家己就經驗到安尼看咧，你成人講就是你 Asian 跟他像嘅，嚇，一定嘅啦。是咯，人係 natural 嘅嘛 ，I mean humans inherently racist 嘅嘛。是啦。個派聽人播人叫啦 Oriental 成夾筆嚟咯，還是？有，特別唔知啦，特別我啲標本就 OK。是 racist 是話嚟嘛 ，for Asian 嘛。都有啲人啊，有啲人成個我人較老人嚇，樣是叫 Oriental 啊，叫佢哋伊是成個 Oriental rock 啊。你反正叫做 Oriental， 我是老人叫我 Oriental， 我是無插啊。特別有的人真正無是㗎。我冇感覺，嗰個你是真正 racist 咁啦。我感覺 Oriental 是成個 like Korean、Japanese、Chinese 呢。特別好 Oriental 啊，伊 start 嘅是伊嘅意思是 Middle East 嘅人好在哦。因為啊，伊人我哋 Oriental rock 好成個人講。伊人死人紅毛人嚇，袂去到中國安尼會嘛，迄時。伊人啲敘利亞啊、Arab 迄邊較濟嘛，伊人就講哦，呢個就是 Oriental 咯。了伊人嘅 transportation 發達了啊，伊人可去OK Oriental 就搬了，意思就搬去中國啊、Japan 啊、Korea 呢款咯。意思
做咩數racist 是 because of 伊人 colonialization 還是係咪？我 generally 冇感覺講人講 Oriental 是 racist 啊。即係有咧是 generalization 咯，咁樣是Oriental from the Orient 啊咁樣啦。那有啲人是我是聽人講，我是冇拉薩啦，特別有人是拉薩 Oriental 成個路成個啦咪叫 spices 啊、kapet 啊，係咪叫本是叫 Oriental？哦，成個 expire 嘅燈啦，嚟咯，成個舊嘅燈嚟咯。如果 Oriental 人從講是吉林亞人。啊，是啊，對，actually 到底英國你叫 Asian 咪是人成講是個咯，嚇對。我講毒兵 ，sorry。你英國你講 Asian， 伊人吉林啊 ，automatically 想講吉林啊，對，伊人冇想講吉林啊。你若是要講唐人呢，人成個會配人，伊人講，你就要講 Oriental， 成個。East Asian 啊 ，East Asian， 所以當邊咧 ，because 啦有當佢較有人聽到 geography 無相嘛，你在地頭就是嗰邊嗰度是 East， 嗰度就是OK， 黑邊嗰邊 East side 嗰邊嗰度，所以當今人較會曉 separate 成個 East Asian、South Asian 係呢時候，แล้ว人講 Oriental 咪是成個就係 generalization， 但冇 stereotypical 啊。即係今年啦，上面都 East 人真係冇時間講嚟 online 位啊 ，internet 位啊，但係講 Asian 啊，較濟人 in America at least Asian 啊，較濟是 refer to 係你 Japanese、Korean 嚇 East Asian， 所以人真係見你，人講Asian 都唔是安尼 ，because 我諗係 Asian。對啊，但係就是講有你只因為 Asian，because Asian 係大嘛。So Asia span 就闊嘛，所以特別 from East Asian 嘅幾個 South Asian 係個你印度、巴基斯坦、Bangladesh 你叫South Asian 啊，是即叫咩India subcontinent。แล้วก็有誒個 to the west of it 咪是個成個 Middle Eastern 嘅แล้วactually 是by水，本是 part of Asia 嘅。我了。特別當今所以人特別就人講國家啊，對，當然講到啲就係講你細特別做咩事 Asian 到啲英國是人笑都是吉林啊，แล้ว到啲我想因為第頭先當世界人來入去英國是吉林亞人咯。哦，是啊，是啊，不淨是吉林啊。第頭先嘅，因為人人呢有。一間兩間咧無計咧借，特別1950幾年嘅時，有真咗借即個吉林亞人入去嘅所在，因為全世界上拍時，搞了伊嚟少年人死呢，所以人無人做工，所以人有真咗借荷蘭Caribbean 嘅荷蘭加印度嘅吉林亞人入去咯，唔是印度啊，印度。India， 吉林亞其實講了是 Asian 咯，其實講吉林亞係啊，係嘛？吉林亞就是吉林亞，唔係講吉林亞人啊。吉印度嘅人還是吉林亞？吉林亞在哪什麼意思？那是驚嘅意思嗎？嚇？吉林亞是驚嘅意思，成個講係咪啊？係咪啊？還啦。Okay. Si. But the word now is racist, man. The word killing. 因為你在做咩事 racist 哦？因為迄款英國人伊人入口吉林亞嘅時伊人是由印度第一巴黎嘅人入來嘅，迄款印度嘅人賣嘅印度人，較入來馬來亞來住。伊人就是像個 slave labor 安尼款也有牽連嘅咯，伊個吉靈嘛要吉林亞咯。哎呦，verify your source。是啦。OK，我想講吉林是一個位來。哦，咖喱亞嘛。啊。
特別人講名字哦，迄個話，成個咱叫雲南人，雲南咪是關 racist 嚇，雲嘅人嚟啫。嚇，特別關係啊，關，咱是講雲是 savage 啊，什麼啊？是哦是哦，呢是成個 Aborigines 啊 Really? Oh, ，Aborigines Juan is savage，我唔知。哦，係咧，雲是 savage 還是 oppositional 咯？成個都別變人家啲菲律賓啊，菲律賓嘅唐人嚇，叫伊人菲律賓人嘛是叫雲啊。伊人因為樣是樣本地人，本地人。geographically 是像一個 race 嚟嘛，樣 including 佢哋台灣嘅 Aboriginal 嘅人啊，然後是 from 一個，等下是像一個 continent 嘅，then when the continent split 咧是樣家是 into 冇像嘅 country，或是 basically 是像嘅一個像 species 嚟 subspecies。Pacific Islander 嘛，甲伊人相咯，就是特別 Pacific Islander 大隻淡薄。無啦，伊人個了會曉坐船的嘛，伊人家己會曉去找別位新嘅位來大。伊人報你先。冇啊呐，冇啊呐，掛多條啊！喂，你問未記啊？阿肯是冇安娜係啊，改變。阿肯是冇安娜 baby 嘅冇安娜。我家當見阿貝看冇安娜個。哦，你看啦，你咪即係你看到你家己啊，你看伊 baby 是上成個女一邊。看咩結果啊？我哋講到啲，我係梅魯啦。嚇。阿作講Malaya in Hokkien 話，加冇 racist 啊？即叫馬來人，馬來，你講你混啊是racist。你咪是講馬來人咯。馬來人。冇人講馬來人嘅啦。馬來。佢條嘢就 racist 啦。我捌聽到我係阿公有一人波頭人。嚇？哎呦，佢哋講個屎啊！係你做 racist 啊？係咩人？柯頭是成個嘟啊！哦，OK，嘟是柯頭咧，你知人就冇說個嘟啊嘛，會教人啊，唔是講韓人啦。我阿公唔是 racist 啦，特別人家咧人講，伊要戳人嘅時，伊會喙真係毒嘅。啊哈，你就是用伊會罵人啊，伊會罵人啊，死無人靠啊！你家己想啊，死無人靠。按作毒啊，伊個喙。而家是要戳人用對毒嘅，就是你用對第一傷人嘅話嘛。係啦。我係媽咪是隻狗名啊，佢是。狗脷，佢是狗脷。係脷掉。脷啦。脷個你三大作工嚟人講。呢個脷頭。脷是係咩意思？脷是係咩啊？curse 咯。哦，脷是 curse 啊 ，OK。脷咯。哇。Okay, so what we do lah? Talking the term rice queen or potato queen lah, is it still is it since you got already been a bit racist here? Okay, 頭先我聽到是啲美國，我唔知啲英國兩冇叫 rice queen 咧，啲美國我家聽到，我頭先聽到是我成個淡薄無爽，特別睇到我無插啦。我成個把啦，我冇。Actually，我係 problem 是。大波人那是要吹我呢，是講伊人是 rice queen，我冇插啦。我是烏鴉嘛，我是個夾。等陣解釋下你諗。真係是假，等埋嘛條。對。啲淡薄伊人本是用 straight 嘅人本啊，你咪是在阿摩大波人去吹。Sarong party girl。Yellow fever。嚇。伊人咪是啲叫學別人叫 rice queen 咯。誒，你特別另外啲 next topic 啊，咁啦 gay terminology 啊哟。嚇係咩 ？gay term。咱叫 QQ 話 ，QQ 話，咱叫 QQ 話，咱六個是做哦，咱June 就是 Pride Month 就是。OK， 等我寫起來先，我寫起來先。誒，真毛毛古無來啊，今日。唔知，伊啲做伊家己 YouTube。
哇，而家出名了，嚇咩嘅？而家出名了。冇ไอ้ที่โพสต์ก็ไอ้ที่โชว์ something 係咪สูงไม่กี่อ่ะ前面啲周卡blind in the kitchen 前面啲周卡，咁啊講 podcast 名，呢 podcast 名咩 podcast YouTube channel 呢只只看未到嘅是啊唔知我唔知 until the last podcast 哎呦，你 subscribe 咯，你攏知接落嚟就安尼，我就估個仔啦。我就估個仔。係啊，我冇咁緊要，我以前咩 until the last time。哎呦，一去南西煮迄個 ginger slice 啊，伊油嘅啊，我會看我會無安尼油啊。อันนั้นก็หรือน้องลูกมาทำลูกเดี๋ยวนี้จินล้างมาทำที่เลยลูกค้าคอยเกี่ยวกับ是咯，我冇咁緊要，我以前咩 until 我嚟嚇，以前咩咩？伊嚟邊咧？以前咩係看嘅淡薄。totally 是咩？哦 totally 跟住到啲啦，我哋都一係看到淡薄，一係看到。啲但係唔是講咩講，但係因為諗講你做實嘅事，但係伊講個是 totally 看冇物件嘛，看暗嘅嘛。I think 伊會看到。shadow 就係冇。shadow 啦。伊看到白人，and 講冇咩？開個暗。特別對伊嚟講，我是伊講伊當劍士看唔到，伊是黑嘅。校長來了。Hello， 校長。Hello。哎呀，校長，你捌往前發嘅啊？是啦。依家出名嘛？是啦，我講做咩事？伊嗰啲是我係 lecturer，我 follow，有我看到伊 tag 你嘛，我講OK。你話本就出名嘛？你本就出名嘛？你話本就出名嘛？對。是，對。哎呦，就咁介紹。等陣未，我看。累啦人啊！講個是，我講正回去啊，所以特別走到對嚟。我大媽是講。你是講即係紅布病毒，紅布病毒啦。我上面有冇同人講嗰度，我冇放啲 Facebook 嘅書啦。嚇！我係北京邊嚟啦。哦。我是啲新疆嘅，就上去北京佚佗嘅。嗰陣時武漢國我未看過咋，武漢國未看過。我舊咧而家看咩？特別我去北京啊，我去北京真正遠，抓真正遠。特別我去了，佢直接應該是我去教佢直接依家較遠嘅。你唔加㗎啦，講你點講？去武漢冇？冇，我冇去，我冇去。點解去武漢？我係喺北京，我講北京是冇人嘅咋，因為迄個點子已經真正嚴重嘅。迄個點子伊已經講未較遠嘅嘛，武漢未較遠嘅嘛，一直頭前你冚嘅咯，伊佢哋自己落down嘛，迄個點子。北京都 almost 就北京本是差不多未較遠嘅寬嘅咋，佢幾多是冇人嘅咋，你以為呢是 capital city 啦，伊是冇人嘅咋，伊 MRT 啊，你坐迄個 train 啊 MRT 啊，佢排長長啦，伊 MRT 裏邊等嘅人可能有可能兩三個人嘅，到講話4個人等嘅咋，我去 Army Station 不是6、7個人、7、8個人嘅咋，係咯，我去 shopping center 啊是冇人嘅咋，特別樣交做生理咋，你看面咯。冇，迄種真冇講 迄種真大講其實阿爸好似看面，爸好似看面，係啦，我有看咯，我俾人哋我愛去正，我爸嗰度教講啦，你買淡薄過來咗，人哋往正冇咩有回啊，就係啦，佢就看店嘛，要正嗰啲看店嘛，佢都全正嘛，全正呢度看店咧，係啦，佢都有人做咧嗬，因為嗰啲黃sau嘅啦，原來，係啦，叫我你爸好似買淡薄過來咯，所以我咪啲過嚟買咯，真咧，哇真貴咯，我咪買咗佢叫我治咯，係了咯嗬，其實。迄個點正啲嘅老古真係人是無啲嘅，真係人。迄陣時因無正就感覺就講話，迄個代志安尼大條嘛。啲遠啊，大家遠個本來。因為伊唔是啲武漢嘛，武漢嘅話咧，我感覺我特人就驚咯。特別啲北京咧，唔是講驚啦，本地都冇咩人啦，個真正嘛。佢嘅路是你車真少呢咯，你是啲路會走啊，困啲頭殼本地咯。伊是 capital city 嘅咯，伊by right 北京是一地人嘅嘛。真嘅，真係。北京是北京呀。
未轉掉，我講學嘅話係北京。啊，你好，我見日本啊，日本好似冇人嘅啫，你明白對面做講韓文嘅啫，你佢根本是冇咩人嘅。你好，我第驚係咩啫？第幾年嗰時，我過嚟你冇開嘛？自己過嚟你冇開，就冇咩人嘅咧，就覺得咁樣嘅咧。啊，你成個過山咧就，係咯，呢個是。呢個唔是講啲嘢咧，真正偏僻嘅所在，就 rural 嘅所在咯。呢是只普通一個 town area 一個結格，一個格頭嘅邊咧，我冇人嘅。New York City Times Square 就變冇人係啦。唔是咁嘅，但係安尼所在冇人個啦。你成個你是個 Manhattan outskirt 呢個特步啊 Brooklyn 呢所在咧冇人咯。我冇見佢 New York 冇咁就自己得搞啊！得搞啊！成個講話 Brooklyn 是度路樣，冇見過。OK， 係咯，呢店嗰咧冇咩開啦，呢有開嘅咧，不如就做人咯，係咯，往日本啊，呢貴嚟你冇好嘅呀，畢竟有攤錢啊就，係咯，我咪自己咯，個朋友咪自己咯，呢時開個啱咪8點就，我打咗咗嘛，呢時我白人冇開，係咯，我開個8點，咁咪自己咯，我時播2點咧就啱咪2點我就，我食了咧啊，啲阿哥兜佢面話，2把喂，我18咧啊，來走啦我就，走啦。啊，做咩事咧？冇我咪冚掉咧。嚇，做咩事咧？冇我頭嘅叫我冚掉咧。做咩事咧？已經我冚掉咗啲啦。呢句你都冇人噶啦。真正是面是安尼，有而家坐門超人嘅咩？伊人甲了把你咁幫嚟數。對，甲了把你咁幫，特別因為拄到這個事咧，我俾佢講，伊是把你咁幫嘅，特別冇安尼誇張咯，比較真誇張咯。伊把你看啊，你成個感覺安怎看那是有 zombie apocalypse 啊，是係咯看呀。路啊，我就未人殺人嘛，路係隨住你暗暗嘅格頭揾頭皮嚟嘛，咁冇人驚咯。因為 zombie 走我就唔知都聽係點嘛，人冇地嘛。阿龍啊，大媽我講，呢度就嗨咯，我講。阿龍我講，你冚邊啊？你我見冚邊浪，安怎叫你冚邊你馬 face？有時叫做 tree arm。tree arm。那人哋叫 tree 冚本啦，咁咪叫 tree 冚咯。啊，對。tree arm。哦。Actually，呢個 scientific basis 所稱 tree 冚啊，冇蝦米好事啊。tree 冚是。冇用嘅，你若是要國家機呢，伊是無好。你若是掉一片，你買貴較別人咧較好事啦。夠效嚇。夠有效。我俾咗同意哦，我家己就上啲嘢咗。因為我對佢咧，我本身氣整，我都冇夾手啊，就我就冇談嘅。我氣整對，我上晝都條換時陣呢點就我最夾手，係咯。我本上，我天嘅事，我就大家都有條手嘅，叫一天天換得多嘅。係啦，我佢做，我未做咁，特別我係夾手，係咯，會談咯，係咯，係點我談咯，係咯，我夾手，整個夾帶。我對嚟佢牛咧嗬，我對嚟佢牛咧，我頭先講下，你咪入 office 好，做咩事咧？你地方頭尾你出嚟規節。你make sure 講家己無代誌了，你家嚟做工。你 quarantine 家己self quarantine。我 quarantine 話就，你講下，你咪 don't feel bad，因為咪咁講冇歡喜咗。你慘啲咪是2禮拜啊？你若是你做好事，你特別大啲出2禮拜嘛？我對家點寫，即係你暫時講未出嚟個嘅，2禮拜嘅出嚟個嘅，因為嗰時講幾廿日都會看到咧，幾廿日有symptom了嘅，迄個點是幾廿日嘅。我啲厝得我頭邊起來3日了，過後14日嘅歌數咗出嚟嘅。哦，你覺得當見14日，我頭順起係是特別接你順咩啊？我是現咗度，我是迄種，我冇驚死嘅，你我調本好啦，我冇驚死，我走出去嘅，我是特別 of course 啦，我個人呢點時我就怪，我喺厝裏邊人哋叫 delivery，我冇出去我就怪，特別咧我是迄種，若是講有一隻就。規個老本是叫人咧，我是無驚，我是嚟唔是講假上啲假死人。你是quarantine是為咗買句合別人，唔是講你家己驚死。對，我唔是驚家己丟咗，我是驚講有影我真已經丟了，我買為合別人，所以我買啲處理咯。係咯，對個我非常之聲，我是貴婦地度，我是有吹琴啊，做工嘅就係咯，我平常時夾手咧，我會加班先俾夾手嘅。
當叫我都唔夾夾手。攣嘅。我成夾手咧，我攣咗佢個袋咧無能啦，我夾度聲掃出來飛彈咗。我驚我當時sensitive咧，因為樣會驚，你在國內人家 sensitive 嘅。我未到時，我就嗌夾手咧，我就已經行出來嗬，佢個袋咧我比較冇方便咯，當然。你兩個拍手啊你？vampire 拍手到你。就是咧，我特擺本身咧喎。我都是我只股我頂到唔知30時條啊，我知啦，我知你看，頂到30時，30你叫咩啊？30個字你咪另外這是 H1N1 Bird flu 係你叫 bird flu，我知道。Middle Eastern Respiratory Syndrome。bird flu 是美國嘅。bird flu 我講嘅，bird flu 是 one of the key。bird flu 是到底 start 啊？唔是中國。是美國咩？美國。So 到底 bird flu 是到底 H1N1 是 bird flu 咩？H1N1 是啊。是 swine flu 嚟，H1N1。啊 swine flu。H1N2。喂，這是 early 2000嘅事，不 late 2000嘅事 ，late 2000係咪？即係攞清空鼻，攞清空膠呢？打死啊！那是打死啊！打死你清空啥？我只說是因為沙是點先？沙是較早2003你看啦。美國 H1N1 是2009。啊，2009是，即係你係叫咩？係是 H1N1 是 bird flu 還是 swine flu？swine flu 對 swine。OK， so 我咪是到啲，我 office 位咯，我係到啲夾面嚟做嘅。我到啲我 office 咧嗬，你往到，咁我都冇驚乜，because 我 hypochondriac 我都冇驚咯。你我咪是喂後尾有一個 designer 呢度。特別，靠個字，一手個真正正辣你知哦，所以我攏個驚啊！我就哎呀，my god，我驚，樣無講只我特別我看到成個包，maybe 個10個triệu咁樣呐，然後我就驚，我可能驚啦，我就自己夾 mask 嚟，你知我講，我就講啊，我就叫 office 人講，到時講我就我係 generally and announce 啊，講，但是你有卡數上面嚇，你請 mask 啊 ，please 叫人請 mask。有多處啊！嚇，你嚟做緊咪是請 mask at least，你卡數是你諗卡數，冇一 never 請 mask 就啲卡數，你冇人驚我講，哎呀，伊買請 mask 我自己請啊，所以我就請。到 office 請嘛，所以你有睇到就潮啊，你就有覺得我潮啊，你哎呀，咩好潮請嘅嘛，上面嘅我驚我自己。Then 過咗時過咗幾日禮拜一號，啲殺手前隻股唔得攞禮拜嘅上禮拜一就冇嚟起喎。然後我哎呀，做咩啫？冇事，特別有一丟啊，H1N1 啊，一丟。有拖回波，一丟啊！哈，要好起啦，特別丟啊，特別要好起啦。啊 ，H1N1，嚇咩嘅？我 A level 時，我有一個朋友嘛丟，我用幾禮拜 quarantine 啊，一禮拜冇通去讀冊啊。哦。然後我 quarantine 迄日啊，我發燒哦，驚死我。哎呦！我就去貴咧，蘇班仔啊，愛去找迄款有 test kit 誒 GP 啊，我猜無是發燒呢。So happy 迄日我發燒。咱咪講你紅布病毒個，咱講成個平常時咱就感上紅，你看你是病，咱成個頭先咱講換即個 season 嘅時候，當時會掉成個腦咳嗽啊，上面可能腦掉感是 flu 是唔是？感是 flu。OK， 所以上紅是 cold 啦。No， 你會 flu， 免用嘢話 flu。嚇 ？flu 是一種viral infection，真正聽咩 influenza， 用 flu， 真正濟人做安尼款嘅唔對，有人講。我就 feel， 我頭先我就，啲人講是而家
然後請個啊，你是上風啊 ，flu 是真正忝嘅病，你若是叫做 flu 發燒，我講你聽，我做陸軍學生嘅時，我諗去做行啲陸軍老師，我有一個大陸軍，伊人啲教人，伊教我一項物件，伊講，你若是要看有人有着 flu 呢，有影正嘅 flu。伊啲多着啲嘢問題，你夾20分，你下啲塗骹，你講你聽，你若是白起來，你問題去扣嘢20分，你會使燒，對唔對？伊若是白起來呢，佢哋是 flu， 你講明白冇 ？flu 是真正忝嘅病，你若是叫做 flu 嘅，老人甲少年，囡仔是 baby 會死嘅。如果會記得 Spanish flu， 1918嘅時，大世界小拍了嘅時，幾耐人死叫 Spanish flu， 佢哋是 flu， 睇下人呢講 flu， 佢哋唔是 flu， 佢哋是用叫感染。你是叫感是 flu 嚟。係咪 general viral illness 呢？咱是講咱就是講咱同人叫感嘅時候，咱講下面根本叫感，唔使話是叫 flu， 感是 flu 你知，是你叫上風，嗰是 cold 嘅呢呢 common cold。有叫 influenza 呢 ，influenza 是 systemic， 你規身骨掉掉，你會見㗎了。天聽，人哋動腳你本，人動腳會見你腳，你講啊，聽。誒，你所以應該當時講 influenza 個 flu 是無相對 ，influenza 個 flu 是無相。所以咱講當人 Mandarin 也是叫傷風，就是 cold， 成日 common cold。then 感冒個是 flu 嚟，感冒是 flu 是 short 是 influenza 嘅名。地名和 influenza， 免講 flu，because flu 是真正忝嘅病 ，flu 或 influenza 是真正忝嘅病。想啦，伊講意思想啦，伊是一個 scientific name， 一個長嘅名，一個較短嘅名。flu 跟 influenza 是像，感冒是感冒就是感冒唔是 common cold 嚟，定感冒是 influenza 誒。感冒是，傷風、上風，有可能無本啊。上風，特別我是講成日掉感咧，就是成個哇，你成日貼100%，可能你隻腳。嚇掉，特別你先掉嘅是 first day 是 maybe 會掉腦痛加譬如講流鼻嘅啫。嚇。我未有嗰隻冇流鼻嘅。嚟解嘅。嚇。嚇了，一頭好了。未起床嘅咧。我嗰隻掉是無流鼻嘅，一頭規身骨痛 ，after that 發燒，就發燒啊 ，after that 就去驗藥啊，去 test 啊。我是掉 flu 嘅，特別我掉 flu 還是 cold 落嚟冇想咧，跟住 start 你腦痛，所以我唔知講是都是你食嘅。嚇，你看你個月有發燒，發燒真濟嚇。我真冇掉。冇平常時掉 flu 伊會流鼻較少嘅嘛，無安尼濟嘛。成掉迄個 cold 咧，cold 咧鼻真濟鼻就是被衝開啊。我頂住掉 flu 我掉真濟鼻，老啊攞3節未停嘅鼻。我會做 translation 佢看是唔是有上風加調感有情差。阿龍知阿龍？我咩嘢？你知啊？上風加調感有無相啊？我一落來是講上風咧，就是流鼻水嘅款嘅，無較無咧嚴重。了調感咧是 flu 啦 influenza 嚟。我實擺是講咧啊，特別我同你講，老實講，人講啦，邊啲學嘅人講流鼻水嘅了，其實都是條咁嘅，一無插入 influenza， 還是 cold， 你是叫咁。because 有冇用迄個 cold 嘅字嘅，馬來西亞人冇人用 cold 嘅字嘅，叫零嘅嚇。I got flu。
就領掉咯。哦，因為等陣你阿摩西人講我條 flu 呀，有人講條 flu 呀，是啦。我別講，I got flu 特別講啊。哦，特別美國冇美國有半嘅美國就是講I have a cold 啊 ，caught a cold 嚇。係啦，個特別為平冷節嚟講話，flu。last week 我條 flu，所以我講是啊，所以你看啲問清過節未白起啊，冇啦冇嘢咁啦，所以我講嘢嚇，所以你冇條 flu 咯。唔知過節啊，7節啊，哇！要隻要個7啊，係啊，即諗節啊，節問清未白起啊喎，你貴辛苦聽啊喎。係啦，flu 是就咁咯。flu 是就咁咯，係啦，你普通嘅上腔應該是 cold 咯，我同你讀掉。cold 是個蛇咯，cold 是個蛇。我講到雪碌，cold 是較普通啦，較冇你食啦啦。特別咧，我有食物件，我就奇怪咗，因為我當然你就係講當然咧，人即個 coronavirus 嘅事啊，嗬，就係人啲亂講啊，中國安怎，係咯，定人安怎，你看到中國邊咧，呢度買好多節，買好價值國家拄着喺度事本嘛。所以我有一個真奇怪一個 situation 啫，因為真係讀啲人聽，人講講話，美國咪是有 swine flu 啊 ，H1N1 啊，咪都真係啦，做咩事冇人講啊？但係我家己感覺啦，因為你看是中南部咗嘛，你看中南部咗，伊就係講甲中南嘅世界有關係物件，伊無去講美國嘅物件，我感覺講唔是講無公平，咱家己報中國無好嘅物件呢，美國。人做監視，人無去講，我 feel 到應該是你應該人真係人無看人無報咗嘅事啩，我感覺一個較會，嚇，所在咁，冇啦，人嗰時冇 control 啦，美國人冇 control。但係呢兩項物件是唔是會使日嚟講白咧？有人是講，即係阿摩所在為伊來報紙寫講，即係是中國病。然後伊感覺講是真係 racist 咯 ，because H1N1 人都冇講是美國病。Actually H1N1 swine flu 是 actually 是 start from Mexico 嘅 ，and then when it jump 去人嘅時候，it jump 去人時候，一變 H1N1 時候，一大美國了，所以 that's why 一變美國嘅 flu。但係人冇，嗱出報紙寫講美國嘅 flu 咩？冇啦，我呢個數數，即係我未俾你講咩？呢個數數，特別嗱是講英國中嘅啦，伊嘅立場是係咪咧？伊都感覺講即係人講美國病加中國病啦，即係落嚟咧美國病先是伊嘅咧，美國病先是加中國病係廿嚟按講病咧，咁就是相關嘅面嚟咧，就是講中國病當然啦，或者係人緊張嘛，因為都掉了，我家己再掉嘅情形是，都掉了過後。你有可能袂醫嘅，因為你無藥個馬同驗。特別迄個美國病，迄個所講嘅H1N1 嘅 flu 咧，是毋是有藥醫嘅？所以無人去看。有 vaccine 嘅 H1N1 冇H1N1 有 vaccine 嘅。掉嘅是無，當今有啦。黑甚至掉嘅是可能有，你 understand？所以掉想啦講。特別我是特別有人叫美國病、中國病咩？當今冇啦，人講哦，我是講人有啦，我記得是講話，個英文啦，我哋就哦，特別冇，等人報紙有人講 ，because 咧定見 because racist 係嘛，所以人講人家咧講 because it start with 武漢嘅 virus 嘛，武漢嘛。所以是中國咯，中國，咱嗰啲人 racist 嘛，所以人講嘛無 fair 嘛，做咩事嗰啲 blame 中國嘛，讓美國死嗬，根本都無 control，搞個東西佢有個，安尼一人死，and then 我哋即中國死嘅人 percentage 較少過女人即個 H1N1 是美國來，根本無 control，做咩事人無 blame 中美國咧，無講美國咧，看咯，我個另外一個 theory 啊，你講先。係啦，當今嘛，一隻 country 滿是買學中國人接有個條 quarantine。你下估掉下你H1N1時就無人講美國嘅人未使來我嚟所在，我是伊人來有條 quarantine，所以人感覺嗰即係是真正 racist 嘅事，伊是看賠咯，嚇無公平嚇。OK，所以人感覺講。
我有另外一個 theory 是講做咩事人，可能會驚啦，可能 fear 啦。我是拉薩是因為伊個政府嘅事，因為政府咧，你在中國政府較愛 control 嘛，你含新聞下，含物件，然後人驚講伊無報成一百生出來，是有人是驚可能。แล้ว人是想講美國咧是較 open，特別有當時本是無100%本是可能。tapi我感覺講並你教你為中國嘅政府，因為我無阿咪甲中國嘅政府嘅。特別我感覺伊人做了一個 quarantine， 伊家 control 講一個病家未出來，特別一個人感覺講伊人騙啊，講一個招人死啊，啥物啊，特別一個咧係啥美國掉 H1N1 嘅事啊，伊人是真係是嘛唔知講為人死是 H1N1 嘅事，還是because 伊無特人會 check 到，你知啊？只要來 check 講這是一個病咧，係你就去 test 下你人嘅內面成分內面死了嘅人 ，whether 是一個有一個 disease 害到伊死嘅咋？有個人得 pneumonia， 甲這都得感得 pneumonia， 所以伊唔知講是 regular flu， 還是 H1N1， 還是一個紅毛嘅病，你就 test。然後我聽講武漢是應該是但係又無夠濟 test kits to actually test 講是人死應該這個病嘅數，還是 regular flu，because 當見過 still 有 flu 嘛 ，winter time 就有 flu 嘛，所以唔係講到是這個。然後伊人感覺講哦，中國嘅政府是逃避這個事，但係 actually 達嘅 flu season 本是有安尼事嘅，特別只隻，they don't really know。只隻咧，就是我講到，就是講係有你只隻你人講嘅啊，都冇插到係咪政府嘅時候，本時讓只世界 spread 係你嗰啲叫咩conspiracy theories 啊，你就 conspiracy theories， 你是嗰啲是 activist 啦。然後 conspiracy theories 咧是愛成啊，你講咧 conspiracy theories 就俾出嚟講就對啦。係啊。冇物件冇愛出來講嘅，愛做夠。我無辨別啦 ，maybe 即係英國定會講啦。伊講啊，你看規個美國啦 ，normally 啦，佢個熱天點先嗬，即係 case of flu 哦，佢哋 influenza 都冇啦，做咩數冷天開始來咧 ，and 咧亦生出來咧。做咩數？你熱天冇誒，都totally 冇誒，totally zero 誒，and then 變 suddenly flu season 伊個 survival of the virus 啊，a condition 啊，但是你過大下咧，伊 dryness 伊個冇淡嘅是冇濕嘅時候，伊就較。這 virus 是你過是那邊水嘅點。water drop 係啦，其實講，所以那較這冇人喎，冇人掉水水走出來。較淡嘅是伊個 droplet 落，較嘅。伊個 droplet 會 survive 較久。是別是特別冷。你講意思講熱天時咧，人嘅身軀有 flu 嘅啦，然後伊是 dormant 嘅啦，伊是想要困掉嘅啦。冇啦，冷天時就活出來啦。伊別pass，伊別傳。伊較人啦，伊別傳。伊較無夠貴，較別人。所以你就是講。熱天嘅時，恁是咪即個呢水呢？UV 們會 kill virus。所以就頭我是講上個美國啊，但熱天時嗬，美國就打熱天時是 zero case 就冇 case of flu 嘅啫。你咪看熱天，你咪看人嘅嚟看，你是看伊天時嘅 condition，伊 weather condition。Because in medical term 嗬，有陣時是 virus 嘛，there's no case that means there's no virus。冇 virus 到 summer time。冇熱天時，做咩數冷天時一個仔走出來？我冇。你是講做咩事？I see 我知。即係有個 case 出來，是唔是 CDC 掟出來咧？冇。喲，嗱，呢個是 conspiracy theory 啦。你可能意思唔是熱天冇 virus， 冷天有 virus。舊年佢哋是有 virus 嘅。係咯。特別熱天。因為馬來西亞嘛有。transmission rate 較嘅。熱天時 transmission rate 較低，所以較少人得 virus。冷天時 transmission rate 較高，所以較濟人得 virus。舊年呢
virus 是有嘅，你若是去吹，你是會吹彈嘅。แล้ว我解釋一下 virus 是係咪嚟 ？virus 是唔是像個活嘅物件你知無 ？virus 是唔是像個 bacteria， 像個一個活嘅物件會鎖來鎖去嘅呢款嘅物件嘅。伊無生命。virus 是baru 一個 chemical molecule 呢 ，OK？virus 是裏邊有 genetic material，either DNA or RNA。OK？genetic material 佢蝦米動物蝦米活嘅物件，佢了是有 DNA 和 RNA 裏邊伊嘅 cells 嘅 ，OK？so 你規則啊，你活嘅時，你規則，你直直錄你嘅 genetic material， 你知無？你配啊，落個了啊！配啦，你會淡，你會曬，你會皮康曬，你會亞曬，亞曬，我咪本。remind 我甲大家，你直直錄你嘅 genetic material，OK？ 你嘅 genetic material 啊，較濟是被 infect 人 ，because 冇排害冇排害別人。變頭昏去呢？特別你若是 just 無條件啊，你嘅 genetic material 有是一 segment of DNA 會 infect 人嘅呢，嚇你是你就會叫到 virus 了，你會叫嚇你是一個 virus 了。So 你大人、大物件、大活嘅物件，糖、bitball、豬、狗、羊，蝦米本活嘅物件會錄 virus 嘅，是會 infect 人嘅，是。變做 virus 嚇。特別 RNA 嘅 DNA 冇相。RNA 嘅快 mutate because DNA 裏邊啊有一個物件嘅 control mutation 呢 ，something that can control mutation， but RNA 冇嘅，so that's why 一個 animal。only 那是一啲裏邊一個活嘅 cell。裏邊呢個 cell 呢有 DNA 和 RNA as enzymes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DNA and the RNA。那是出來了啲裏邊一個 virus。virus 是baru 一個真正一條 DNA 和 RNA。protein 呀嘛 ，protein 呀有 RNA 呀嘛 ，that's what virus is。一個 protein capsule，and then 呀，一個 protein capsule 呢。OK， so 這是 DNA、RNA 和 protein capsule， 冇蝦米 enzymes， 冇蝦米別項嘅種嘅 chemicals 了，伊特別用伊嘅 host enzymes host chemicals to replicate。OK， so 伊特別動掉 ，so 咱叫 let's call the flu virus 啦 ，OK，flu virus 裏邊有一個 DNA，OK。DNA 條真係短呢，我唔知幾耐 base 啦，但你會去看，而家你會睇到有幾耐 base 呢？伊個外邊呢有 protein capsule， 伊個 protein capsule 是都多好會合甲你個內後個cells 個 lining，and 咧都多好呢，伊有H hemagglutinin 甲 N neuraminidase， 係咧內種個 molecules 啊。都多好會合甲你個 human 嘅respiratory lining mucosa 會合，所以 H 甲 N 是按怎人 identify virus，so 你叫 H1N1 啦、H2N1 啦、H1N 啦、H 幾含幾啦，係咪？OK， 所以用伊 H 甲伊 N 會合甲你個，所以調你個內後，所以接起好病，所以下嚟是伊個 portal of entry。So portal of entry， 伊個 DNA inject 去入邊嗰個 cell 時，哇！伊個 DNA 安尼都多好，有 replication enzymes 喺入邊嘅 cell， 伊就會活了。OK， 但係伊家己一人呢，伊無蝦米，伊無 ability to multiply to replicate to 嚇了嚇。所以了嘅 virus 是像，伊是干那 DNA or RNA 加一個 protein capsule 呢。So 你家己想啦，伊安怎來嘅？伊安怎來？是你嘅家己嘅 cells 錄嘅哦。咱家己嘅，咱活嘅物件，咱動物啊，家己嘅 cells 家己錄出嘅啊。所以伊袂發誒，伊是毋是家己
伊无 life 诶，被家己被话诶，是人呀，家己录人诶 DNA material，滴录，安尼呢是做 virus 咯。但係即係 flu 係 virus 唔是緊係 RNA 咩？要 DNA 咩？virus 是 DNA。Flu is a normal virus，唔是 retrovirus。HIV 是 retrovirus，HIV 是第一出名嘅 retrovirus，第一出名嘅 RNA virus。Influenza 係 RNA 嘛是誒合個 DNA 用 reverse transcriptase。好啦。你那是有 reverse transcriptase， 你會用 RNA 去做 DNA 了。伊那是講，咱嘅 body 是 DNA 嘛了。咱嘅 body DNA，伊如做是新嘅 cell， like 破嘅 cell 入面，是講 mutation 你嘅 body 嘅。RNA 是伊個 the DNA messenger to replicate more DNA。RNA 是伊the template 啦，做 template 啦，做 copy 嘅啦。你是大媽是最，你是鹹水啲是冇？最。得咯，我減啲，得講話後，我減啲。我頂到時我直接叫唔掉，變做影響掉，影響嘅。你看啦，我 computer。你 DNA 啦，你 DNA 到啲驚。係 DNA 係 computer。你 DNA 㗎啦，特別，你兩個一個是查某寶啊，你過來啊。Hello，歡迎。Hello。來，你有咩叫咩？報告講。對。昂無。是講未估嘅嚇。無啊未個，當我講。昂無病毒昂無病毒19號。哦。我俾。我係寫清楚。清楚。啊 ，OK 啊。有物件講，但係講下你嘅係你mask 係你 hand sanitizer。那個洗手，我要夾嚇，就係洗手。係咪洗碗表？洗手較要經過前邊冚面籠。面冚啊，吹冚。因為你屙氣坑，你去幫白下，人放一輪。hand sanitizer 洗手。有我聽過。哎呦，我唔係講 hand sanitizer，我愛飛對嚟 Melbourne 嘅事啊，我規嚟書包啊，全部都 hand sanitizer。แล้ว我去 Bath and Body Works 啊，除咗迄款一罐嘅，伊人嘅 hand sanitizer 貴㗎，哎呦，一支啊9 ringgit 啊，驚死啦！哇，9 ringgit OK 咯 ，OK 了。阿漢啊，你是找伊個大罐嘅，還是普通細罐嘅？細罐嘅啦。trap 老細嘅。我30 ml 呢，是細罐嘅。細罐咯。伊 Guardian 啊是蝦米Guard 啊是蝦米7 tooth 冇咩？冇啊，多咯本冇啊。伊人係大人俾㗎咧，講冇 out of stock 啊，冇啊。哇撈！馬路啦，一個月都在出來 install 嘅。你看到一個有一個中國位嘅，樣消毒嘅嗰間厝，咁了用係alcohol 啊，酒精啊，是唔是啊？And then 伊無是消毒嗰間厝嘛，切嘛，and then 伊無去開灶卡開火，最頭嗰間厝爆炸。哎呦！而家冇嘢係㗎啦，如果告訴我就啲打㗎啦。冇爆炸你導會呢？香港嘛。哦。冇爆炸你導會。掉燒啦，掉燒。我是聽就冇俾嘅。就佢我個群到出嚟，就係你 WhatsApp 嘅新聞啊。WhatsApp 嘅新聞，我就是講我不知會講你 WhatsApp 嘅新聞啊。咱個另外一話電話寫起嚟嘅定 WhatsApp 嘅新聞。伊一個人拍破咧車嘅玻璃，去壓唔知5壓6壓嘅吹冚。哦，哇8壓。然後佢哋，反正我咪講啊 WhatsApp 新聞，但我寫起來成間好 WhatsApp 新聞就正嘅講咯。actually 啊，我情下你
吹暗，哎，就你冇條青白鏡咋？講來隻青眼你啦，你條青白鏡呢？特別貴嗎？你就冚下你，冰嘅，唔是你平常時嘅目鏡啦，特別long喺個個嘅目鏡啊。你上邊啊上了啦，塑料咧嚇。我是無妹咩？做咩做新加坡膠囊個了無去？膠囊係咩 ？condom 啊！哦，哦耶！還沒數啊？伊樣膠囊嚟訂button。哦，訂推啊！加到你看家裡有呀？你有 lubricant 黏咧？打嘅，嚇？呢樣是用打嘅啊，那是我冇啥噶。用係咩？打 lubricant 嘅啦，乜咯一個打。我唔知啦。你講到冇 lubricant 嘅。哦 ，so cute。誒，唔試不搞，或者咱講啊，咱 OK 啦，咱講另外一個 topic 是 condom，咱嘢，咱試下起來。打，係你是 finger cut 啦咯，係你碌條上嘅啊，就什麼嘢立住你 finger 嘅啊，你是 finger cut 啦。唔是你水抓子啦，水抓子，水抓子啊。好啦，係咗啦，你 finger cut 啦，你特別講 family dom 啊。OK。就冇誒。咱講狼就對啦，咱叫正神敗狼。正神敗狼。係咪是 family dom？ 我唔捌聽過。family dom 是查甫嘅 condom。呢個唔是 diaphragm 咩？diaphragm 啊？diaphragm 都未係 condom。family dom 是上加。呢是狼嚟。成個這裡狼咧係那邊。伊是無上 direction 嘅，即係伊是狼接起，即係狼擒落嚟很。特別伊人講係你個未攰掉。我哋都係點樣標得了？一隻合了。family dom 是 barrier contraception，伊嘅vagina lining 無動掉伊嘅卵啦，所以伊較 protective 啦，成個膠囊啦。佢成個膠囊。特別依家大嗎？誒，等陣啦，佢講。快啲講，等陣正神敗狼嘅時間講。OK，快啲。神敗狼嘅時間講，嚟當叫咱講。阿龍都唔見揸咗個 camera 啦。講到對電推。啲仔。講到對電推，炸咗，哎呦！有啲炸 black and white。啷訂妹嘅事啊，啷訂，我唔是訂妹，開妹嘅事上面啷，我其實我冇懂嘅，我特別我之前 before， 你講開 lift 嘅妹啊？冇隔了嘅妹，隔了嘅妹，我冇懂嘅。嚇！我唔是個懂伊妹嘅，我用我嘅卡核伊開，因為那是特別叫你。我用伊個那邊嘅抓，對，我本上你看咧，因為只驚我開，你在有嚟妹，伊咪是安尼看你實講落 office 嘅妹是得咯，伊妹安尼看劍就 handle 嚟嘅病啊，แล้ว我較濟時咧，我叫我 elbow 嚇，指我嚟我叫我卡教，แล้ว我 already habit 只關係啊，我冇，你 look 只招你。要冇動到呢邊啊，是你去動到要冇嘛，所以你手家裡是點就愛動到呢邊嘛，所以我安尼殺落來咧，我講我係卡膠。elbow 較近個動到呢邊啊。所以我 elbow 佢，你就我去 Las Vegas。你下次到你 elbow 咪是掉咯。我一定啊，冇想啊，我下次我哋下次掉我 elbow， 我手你就我哋講多得，哇！你講，即係手是落學你家己。elbow 是學別人。對。then 那是。對別人咧，你講。就是啊，四百斤。你脫水是你脫水是安怎用卡？
拖水啊，拖水用卡，我用卡对，我用卡哦，特摆。多厝多外口 public 嘅就用卡搭嘅。我們想只上厝啊，呢，除非 gas station 啊。對，我用卡搭，本頭水。有隻物件我就冇食咗。你用啲水啊，你係抓你係。見面抓了，見面抓了了實。你見就問抓，貼了時間就問抓，特別我開始用卡，老實講。你我講下問你聽，我覺得嗰啲，即係你是美國去美國，我較看較濟。你去巴嘅時啊，伊人係一拖到啲入面出嚟，我學最本嘅春秋嘅，我是 Logan's， 伊講 Logan's 啊。大陸日本字啦，就係。家啲當咩啊？係你是 German。唔係講啦，用超級鵝皮羹啦，切下脆啦。Korea 都炸嘅啊！正十擺啦，係咪貴啊？有佢春秋佢夾河豆，然後我是冇當嘅。Korea 嘛是像 Korea，伊個炸嘅 ，especially 有炸嘅有啉酒，淡薄遐尼啦，有炸嘅有嗬。伊個 pickle 啊 ，radish 但係講 pickle 啊，係你家己嘢開嘅，但係我食就老曬啦。特別係上咖喱，你知哦？呢個上咖喱，你拖豆你上咖喱，你去辣嘅，還是阿摩藤啊，在你手咧，你去辣，我知。最弊人嘢，佢哋湯嘢本學開遐時，嚇咗，你掉佢哋Starbucks 是有啲英國人嘅嘛？Starbucks 哦，我咁講嗬，Korea 伊。有一個真嚴重嘅問題係咩啫？因為你講食蝦米物件啊？你食蝦米蘭椒冇金子嘅啫。所以你去食大家，你去食大家基本好啦。本係金子。但係你所以就食嘅，一般冇金子嘅。一冇金子一嚟子嘅，因為金子嗬，伊金子是一半一半嘅嘛。OK， 伊有幾多種嘅冇成嗰個河滑嗰度，伊河路，你就坐落嚟呀，伊就成河路。一成河路啦，佢金子就出嚟，一直細啲上，一直出嚟，所以一成河路啦，以後咧，所以一特半金子咧，嗬，本時啲一個就大咧硬會屙出嚟嘅咋，所以我當時我看到你金子啦，我咪食咯，我當時我，但是我冇食咧，話一時間都跌到啲你硬嚟邊嘅咧，冇啦，我唔制，我老實講我唔制咯，老實講我唔制咯，你話韓國人家清氣哦。誒嘅金子唔是講擺啦水水嘅物件咯，金子是貴補嘅嘛，你睇看到金子時候，金子有人食貴了，一跌到對那個屙出來咧，誒金子是爛個佢聽嘅嘛，咁我冇當時按照咯，第二種嘅做法係咩啫？伊用特特嘅刀頂有一個硬細細粒嘅。伊係金子喺裏面嘅，所以你挨落地你就勁嘅。問題是喺你硬開起來，你勁啦，你冚到啲，佢勁，冚到啲，伊硬直接嚇，你按你一人直接裏面，你幾百個人換起換落上嚟到頂，係硬嘅物件啦。伊成個但是所以我條老曬。阿媽成日食你豆腐咯。所以有陣時我哋成日都唔得結果咧。係咯，副食物件就冇我哋講嘅面個，你講嘅第一件啊。很多人是食飽肥免水氣嘅嗰個，所以因副食是家己地面去叫他們嗰個，所以韓國人就哇，特別嚟打波半好，炸波半好啦，就諗住就係打水，炸整個水水嘅就，但係邊樣佢就係幾無細超嘅咧就放住。炸波呢？打波呢啦，打波呢。冇啦，你唔少啦，是上嘅，我同你講，我唔要等是上嘅。我當時我直接我變咗成馬來西亞查某嚟，我馬來西亞查某啦，因為往咱人細細行到關係講幫助啦，未細超嘅嘛，咧伊就是伊同我講咗，因為伊是查某，伊就講冇咯，查某不如上我哋查某對呢本事啊，我講幫助咧冇細超，佢幫查某就搞咗嘢咯。而家依家度化妝啊，蝦米啊，死哦！即係你冇當啲韓國，你冇講韓國啦，白貴成話咧嗬，你冇看到啦，電視機冇好都看到你。你 actually 我個想到，我個想過伊人，你就都因為物件咁啦，整個零的 rasa， 嗰啲你是特別是。電器嘅咯。啊，你就看你，其實萬咧係個部出來一個部四隻手咧係個 gas 物件嗰啲相機物件嗰啲硬你點知？係咯，唔知上劍師。我當邊你是看到。我講講，因為頭咁嘅度啊，咁咧本身係你到頂有嘢咗，你到頂有條到頂入邊有條台，你佢哋台啦，咁咧係啲病嘅啫。你到嚟睇係你參加能也用佢咧冇。對呵，伊個咧上一個。
依家上隻 container 杜嘅一頭姜㗎啦嚇。嗰啲邊咧？老師嚟韓照啦，個垃圾係日本人。係咪人？韓國人嘅咩人？我講韓國人嘅比較日本人嘅垃圾冇。我啲韓國人就係，我哋 just 有 certain 嘅 pet peeve 啦，有 certain 嘅嘢我唔明白嘅咯。誒，你有時真係愛情人喺度，特別係已經幫佢爛咗啦，冇地 feel 咧。冇啊！我買韓國人真係垃圾咩啊？比日本人。你未使白人人，你白人人嘅時間咧韓國人咩？我做韓國係參觀頭家做工過嘛，就所以我知嘛。韓國人一個參觀就咁啦，幾國嘅人。呢隻參觀我請抽3000中國韓國人就。韓國人是啊，你我搭住我先呢啩。必須嘅配合。做廚師嘅，咁樣好似你看呢，只垃圾呢，我看到甚至哎呀冇眼睇啦。我在跟你 plaza 嗰時啊，我去在京啊，我看見到你就冇做工啊，就嚟 restaurant 咧，因為咱穿嘅 restaurant uniform 有伊個名啊，伊係去在京啊，出來啊，直頭冇洗手就走出去啊。我人家愛問人講啊，做咩數韓國嘅toilet嗬，設一嗬，放洗水未使掂到佢坑嘅咧。一條睇。如果未，我負責大嘅 Airbnb 嗬，特別客咧就我叫佢主人講，我都未使設喺落去嘅，如果第一掂邊一300湯位。依個會使湯。台灣嘛是上，台灣嘛是安尼款呢，未使掂放晒多啲嘢。第一攞即款嘅地方咧，即係係韓國，平時嘅當見泰國本上安尼款。我是別講其實用放曬咗嘅，我有陣時有時冇必用放曬咗本嘅，我試過用水嘅嘛，咱唔係你即係諗住用水嘛，所以我講先學嘅袋咧學辣嘅咧有4嘅是冇 B 嘅咗，咁咧有6嘅有 B 嘅咗，所以我直到你其實嚟講我被做大嘅啦。我之前我就有 B 啲有人用咗，我就買用咧。我等伊走啦，我跟住去用嘅咋。所以我無變種數，有啲人用prefer 無 B 啲用佢種會用放曬紙嚟切下，其實佢用放曬紙是，攞會當佢用放曬紙，我別咯，我卡出去兩樣。意思你一卡出去嘛是係用放曬紙切落打。我當然就作一啦，我只啦切無直接，我可能切用。必須你不切啊！一般兩兩，啲是你作出是打嘅話啦。Hello。Because Malaysia 和華南人 influence 啦。但係是好事啦，你讓誰都前去。我食下吹啊，係咪？你是講咩？兩個切下吹下。咱切下吹，咱等人 Malaysia 等人切下吹一個死嘅嘛 ，and then 韓國人是切下吹呢冇死嘅嘛，阿摩人咪是啊。等陣阿摩人是係咪？你用 bidet 人咧？阿摩人有無個了阿摩用 bidet，我講美國人啦，佢就是切咧，切出用紙咧冇洗嘅嘛。有。對唔對？我有 portable bidet 咋，我去食烘嘅時候。我知。你罐嘅嚇，食罐嘅嚇。嚇！我發覺佢咧，你係 electric 嘅是 gravity 嘅。我看。係真係是。有 battery 啊！講句啊，你就特別人講俾嘅。我都識啊。lu batal lah mas kiki kahle medical race ile chale se ko kia Alice Scooter玩看Scooter yang kahite 等，你對咩學？你未使跟你看人，你都別講，我你講，你講，你別人講話是伊個 screen 是你啊，嚇。你講啊！我是講 squatter， 我諗答就。等下未使講了先。有一個攞棍出，好多寫 squat 咧，一陣人家鎖水煲，特別一掟落去，嚇呢。OK，來，學點講，學點就別講話。阿龍，喺你時都係但係嘅嗬，如果係最。有一個喺你慣你整咯嗬，你慣喺開起來咧嗬，你咪食飯嘅咯，而且地主嘅咯。
係咯，一直站喺物件，成個冷笑啊，成條嘅。咁你近嚟真係做面，真係做白物件啦。冇你係做白物件本嘢啦，應該係準嘅啫，應該有冇 vibration 嘅嘢準嘅。咁一直有時站喺物件咯，一下係佢嘢咯。係啊，嚇！一嚟你有時你擺位咗，你有時你擺位，係咯，你同佢都做咧，就是即係有電台，喂係電台咧，係咯，即係有內力button，是細粒加大粒 ，OK？ 所以有時你關啲正啊，你最啲係摸佢咬，咁冚掉。所以最咪正緊咯，最咪正支旗咯，一支旗咧就有啲坑嘅。所以你第咧 button 嗬，一最係接柄會按咧款轉出嚟了，所以你放低時都按 heavy 一啲位啊，要我嗌。學用哦，學用乜嗌哦？哎你，用 battery 嘅 rechargeable。battery 咩？not battery，喂，當機有 rechargeable 咧，特別我買掉嘅，就係你是 battery 嘅，係咯。佢哋一個一部成個 BD 是怎啊？下路成轉注意咁少，哇係㗎！因為你架帶你有我覺得嘢，即係冇咯，即係你是注意辣。安尼強咯，特別係清洗啊，清洗啊，是嗰條。你咪點解嗬？你淨係去做一項嘅東西，攞去嗰個逼你又好啦，去所講別你第一位去做嘅話咧嗬，你就走好用咯。教煮龜油，就是講你咪啉水，即係你嗰隻啉水嘛。等陣我咪講四超，我咪講四超，咱差唔多咪聊，後尾就話對是四超，四超。Hello，喺裏面就是蝦米票？蝦米票？蝦米多？你叫一下就拎出來啦，韓國呀，你把刀啦，哎。你啦，愛買是叫英國條，唔叫後條代理又亂啊。後條四卡吹。後條四卡吹，代理又亂啦。我咪講四超嚇，咱講四超，你問講凊彩四超本是上哦，你四超本話你安怎四超甲有效哦，你個四落骨咯，有人咧。注意呢 ，flu 安尼動到家裡就傻咧。你講就按照四超夠效。甲周醫病，甲周醫病，馬殺師病咯。病，有條做家醫嘅。我真㗎。等陣，啷講安尼，我是看未到，直講安尼是我哋都有。哇！我哋一定要往到 hospital 時有教講你就要 proper hand washing 嘅。嚟下做。technique 嘅嘛。做下試อันนี้ล่ะแล้วจาลีหรือจาลีอ่ะแล้วสปริงค่ะแล้ว頭整ค่ะ丁面丁面แล้วสปริงแล้วเตอสปริงแล้วสเมแล้วอันสปริง這是寫女จาลี講แล้วก็อันนี้頭จาลี仔頭整先解跑未啲咧水水咧冇寫usually 是係有些 risk 我未有啊我頭先是寫做馬來西亞我是寫㗎，我是白嘅。得咯。講我是啊。是講到馬來西亞我是寫。係啦，當今個邊，當佢成熟得個邊，我寫是我嗰隻是，唔記係咩嚟？我寫少是寫呢咯，寫呢，安尼我是我自己辦法啦，寫了我寫呢，安尼寫了得咯嚇，แล้วอันนี้寫我頭家裡頭整，แล้วอันนี้ถูแล้ว你叫我到กูว่าถูอันนี้我是唱咧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唔是 Happy Birthday 咩？唔是 Happy Birthday 咩？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你唱個快樂咪辦咯。Twinkle Twinkle Little 20 second。你唱下面掛本嚟使啊！你愛唱愛拼才會贏，真正你是個你唱，有時起的那個hoàn thành。我看 depends 到落我到落說 if 到出色咧，我有識咧係bristle 嘅 ，because 你真格會未識掉嘛，達到，所以咪切少咯。แล้ว特別我是人到處我做工嘅時咯，我寫手動機要 at the best flu season 嘅時咯，哇！我寫嗰個隻，你 one thing 一部你寫好，哇！我 knuckle 愛別嘅東西，寫手寫啊，
你話拿過來打。伊用小水是嘛？有啊，就是特別用，特別係 lotion 去我 desk 特別係 lotion 咯。我特登係coconut oil，because coconut oil 咧，你流血啊嘛，你手嘛嗬，所以伊嘅 coconut oil 伊有係你上個誒上 antiseptic 嚇，伊過濾，heal 濾嚟 crack。我是無別㗎流血個啦，我是一仔打可能啦，了我就抹 lotion 咯。我真驚，我唔知我跟你講，哦 ，OK， 我不跟你講，等我去 Las Vegas 就是，Las Vegas 就是呢，往有一個 podcast 嘅 convention 嗰邊嘛，所以我只 podcast 就是去，你在 convention，你在 Las Vegas 就真濟人啊嘛，你一行，伊個梅啊，係咪物件？個了啊，按隻手安尼動劍啊，所以我就只驚，我就開梅啊，你睇我是個，啊得個 elbow，啊無就是我看迄個人未冚嘅梅時，我就個卡塔咧個 elbow 那件咯。你有咁人就笑啊，你八架少少個了講，你看一隻 germaphobe 個唔敢動嘅梅，較頂貴啦，convention 對嘅事。冇啊！我冇夾掉啦，就我先接每隻影嘅嘛，因為開掉，你咪是真係有冇攤嘅時間卡攤咯嚇。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วเอ็นเชียวว่าตุ้ยฮีสิกาแล้วหลังพอแปลกันแล้วจะน่าว่าโมเดียวเนี่ยเดี๋ยวว่าโมคิดต่อไม่โมยสู阿 John hand sanitizer 啊，攞冇條嘴隻薄啦，上會對手係毒開嘅。脱你啊！你人拍油時嗬，拍油時啊，去 gas station 拍油時啊，你安怎拍油？用手和白 hand 切油啊，還是請 something？我冇請 something，我用手啊。我請佢哋做佢哋 plastic 嘅 glove 啊。我請，佢哋韓國人做隻 glove 啊？做劍指啊，做劍指嘅，唔是硬嘅，唔是硬嘅啊，唔是硬嘅啊，佢哋聰明嘅。哦。因為 gas station 就垃圾嘅，就攞咗落啊，借冷大冰驗。特別伊個即拍油嘅，特別有你物件伊。即係你唔都講啊，但係我俾係超浪度位車啊，當然。特別我係慣 hand sanitizer 就係 console 裏邊啊，我學車。啊，是我車冇，我車冇。接大邊咧？我特登係住你劍指嘅超浪，我是 winter 成個 full season 時我較驚較過啦，平常時我冇講過咧，冇咧。做拍隻冇？有啊，我有得 flu shots。有。I find 我今日啦 flu shot 真係 effective，夠你冇掉，我會拿你冇咪掉。是啊，我本是。490嘅講話啦嘛？490講咩？我冇啊，我是梅咗。唔是啊，我梅咗阿 John， 如那是伊個梅伊個 donut 是那上加 circular 唔知嗰啲啊轉你個安怎開嘅？我夾我係 sweater，แล้ว我穿我係超之前嚇，แล้ว個開梅。那是我有抓我哋嘅抓啦，那是講我冇辦法我哋嘅呢，我係3 kilo 來，แล้ว個凍。那是 day shift。day shift usually 唔是 flu season 咯 ，usually 我是我度甲半咧。冷天嘅時啊。冷天時。我 normally donut 我咪試過咧，佢哋圓嘅咧，我有見隻 plastic 都見到啊 glove， 喂 ，especially flu season 時啦 ，plastic and then just 用佢哋 plastic 咯 ，and then maybe 點下格是安裝咯 ，but 上個講佢哋上個set 佢哋 main door building 嘅 main door 啊。我開門個咧用卡串殺咯，我冇用超殺，特別我是條 Q 嘅時度解，我是冇話，是我就 try to 除 barrier 咯，然後咯，請 glove 咯，請 glove，I mean practically 啦，你想淡薄麻煩啦，驚死的。冇嘛，你做外口係你 building 嘅 link 點先咪請 glove 咯，條件啊嘛，成個請 hand glove 啊。特別我想你請你 plastic 拍油嘅 glove。拍油冇人看到路啦，你 transparent 呢？
就兼之 OK， 要收單啦 ，OK， 參咪講幾個事啊 ，OK， 個聽講感謝人參教人講一個禮拜調感上行咩啊嚇，昂波病毒19號，或者希望咱平平安安啦嚇，แล้วก็เศรษฐกิจ淡薄搞四超啊搞四超แล้วก็มัน上掉底去請你吹琴本啊。要緊四超級要緊啊！我夾咪講，我講你問請了冚掉，有時講面啊，你請了你吹琴咩嚇？你潮嘢呢是個洞裏邊啊，潮糖皮坑咧是個掉，你冇去四超咧是話正爆㗎！誒，我看到一條小影浪看到到啲 WhatsApp 會，可能浪看到叫啊，伊一個查某在扮山嚟請咗700元呢。我冇看到啊！會係 umbrella 啦，會看到。以前嘢咧700元啊，你看到咧借潮令啦，得搞到耳啊去搞掉。你冇看到啊？我真係，你冇看到人叫啊？我愛看，我真正看到，我潮仔咧是我到對場，我唔知到嚟 check 你看到啊？我 check 成本。我真係新聞，或者咱個講個笑話題。OK， 感謝這禮拜特別嘅夢當，這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有講到話啦，就是唔是乜句司法教啦，未使講啦，我哋都後調阿龍，英國店八劍店，博雅玲，阿涵對，一個就查某寶對，你頭先是個博雅玲隻日本，阿莫，我想，毛毛菇你有嚟啊，毛毛菇，伊來一隻困了，是啊，佢出聲啫，你要 make in the list 咯。OK， 讓特別對嚟聽毛毛菇講句告訴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哎呦，你拜拜嘅。OK， YouTube 嘅人感謝人收聽 YouTube 嘅人。แล้วน่าสิ講ลอง定一個禮拜冇聽到嘅話題咧，就這邊嘅訂，แล้วน่าสิไปsubscribe 咧，就喺這邊健康嘅訂咧 subscribe 咧，希望有做很條錄音嘅時候，先這波棒子對通知到啦，但係你正嘅佢通知到，拜。拜拜拜。